照顧者秘訣：應對年終焦慮。有啲照顧者或病友都容易遇上年終焦慮。年終焦慮係普遍存在嘅心理狀態，源於對過往嘅反思同對未來嘅期望交織，並因節慶壓力同季節變遷而加劇。其表現可能包括對未達成目標嘅懊悔、社交壓力、財務壓力同整體倦怠感。年末焦慮常見成因未達成嘅目標同期望，我哋都受制於時間概念影響，以為年終就係一個終結。回顧未實現嘅目標，易引發自我懷疑同失望情緒。節慶壓力呢段時期常伴隨社交義務增加、購禮同活動嘅經濟壓力及家庭互動可能引發嘅緊張感。倦怠同疲勞，全年工作同活動嘅累積效應，往往令大家喺12月時精疲力竭，進而表現為焦慮同易怒。生活節奏失序，由繁忙日常突然轉入節慶空檔，可能令人感到不安，難以保持沉穩專注。季節變化，秋冬日照減少會影響血清素同褪黑激素水平，導致情緒低落或引發季節性情緒失調症。社會比較，社交媒體上其他人精心剪輯嘅精彩片段，可能加劇自我不足感，並催生打造完美假期或非凡年份嘅壓力。應對方法：實踐自我愛顧，以對待朋友般嘅善意同理解對待自己，接納自身感受而唔加以評判，聚焦成就，避免糾結未達成之事，列出大小成就清單，將心態轉向感恩，設定務實目標，捨棄令人窒息嘅決心，改為制定細小而可行嘅新年意向，避免增添壓力，優先休息同自我愛顧，確保充足睡眠、均衡飲食、規律運動，並留時間從事喜愛嘅活動。活喺當下，運用深呼吸或5、4、3、2、1錨定技巧，列舉眼前5件可見物、4件可觸物等錨定技巧，專注當下時刻，建立健康界線，學識對過度社交或工作邀約講唔，避免身心耗竭。優先滿足自身需求係完全合理嘅。限制社群媒體接觸，減少使用時間，以減少無益嘅比較，專注於自身成長歷程。尋求支持，向支持你嘅親友或心理健康專業人士傾訴感受。如果焦慮或悲傷情緒持續存在，影響日常功能運作，或伴隨自殘念頭，務必尋求專業協助。